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台湾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譬如讲我哋客家人从头到尾讲，我哋信仰神的国王啦、关天爷啦、法公啦，但是嘛有几多位客家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还有回教。你今日有唱到係我哋嘅連上蒙牧師，而且6年前歸到我哋綠隊地區推行以後嘅福建嘅工作，咁我哋今日有唱到而來到我哋嘅現場，同你分享講，喺啲客家種地區，按樣我去推行福建嘅工作，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連上蒙牧師來到我哋現場。牧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對萬萬來到屏東綠隊靈糧堂嘅牧師，到林尚文。今日嘅來到我哋現場地方，我哋先對一啲個簡單嘅問題嚟講，因為我常常我講，其實做牧師以前嘅人生都係乜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你以前係做乜工作嘅呀？我做牧師以前嚇，我喺上海呢有做過生意，差唔多1993年嘅時間啊，大家開發土地，有沒有開發保齡球館？其實喺台上佢創意中國，然後佢其實算是中國來講嘅話，馬去睇啲多好啲發展嘅時間。其實台上戲嗰邊都真係都開始做大型嘅土地嘅開發，做同個保齡球館。咁後來你會使到美國咯？會使到美國嚇，因為後來我大概差唔多5年啊，到1998年嘅時間都遇到一些事情啊。那因為嘅事情啊，唔係咁簡單啊。嗰種呢，我嘅創業路啊，如講乾脆嗰邊東西結束，喺度去嚇，叔叔啊，屯家嚇，將佢搬過去美國去啦。唔妥講搬過去美國去，係唔係意思？乜都搬過，即係我係搬過來台灣，係我搬過去美國去咯。因為我嘅太太喺美國籍，喺美國籍，伊國中畢業，伊哋全家都移民去美國嘅因為當時呢，我哋上海工作，因為媒人介紹緣故呢，伊對美國來到台灣，我對上海回到台灣，我哋相親認識，嗰種嚟玩。真是嘛，係真是千里來相會呢，咁問題人哋朋友人家話以前係哪一年啊？台灣哪一年啊？以前係台灣嘅潮州。係潮州人。潮州人。而咩行？而咩行嘅？佢哋係南方人，二百萬人。然後伊哋去到美國，伊哋喺泰國工作，然後又歸來台灣去認識。後來如把喺中國嘅工作訴求來，然後如算是轉到美國去上班。咁美國嘅時間有工作啊？喺美國嘅時間一開始嚇，我咪想愛恢復工作，有冇嚇？當然呢，喺美國工作，冇攞錢，冇攞錢。嗰種呢，我咪要開個嘅貿易公司有沒有開過嘅經營維他命安尼嘅工作，當然呢，都唔係幾好。嗰時剛你話，譬如講，其實喺美國其實我哋話收費其實可以太用。你下冇工作嘅話，其實等於你講生活地方如果遇到嗰種問題。咁喺乜嘅人嘅經驗地方可以試去信基督教咯？其實你做本來都基督教徒嚇。唔係。我信教以前我係同大家同樣嘅民間信仰，我甚至比民間信仰更虔誠。我有同一啲師傅名義去修禪打坐。可是跟我乜嘅經驗地都會變成一個對民間宗教變成一個基督教嘅一個信仰嘅一個人。有一啲原因啊，因為我太太本身係基督徒，我本身唔係基督徒。嗰種呢，喺我哋生活當中啊，其實要發生到幾多困難因為我結婚嘅時節，我哋上海工作，我太太喺美國，2年後我哋有啲生意要留在台灣，我們一家3個喺3個冇共樣國家，搬過去美國以後，好點點嘅，3個人嚟共我生活，幾多衝擊過太有冇咁簡單嘅，以前冇共我喺啲3個人，不是，嗰時嘅生意對台灣公司是差唔多誰啊？
差不多一岁半。哦，一岁半，一岁半适应来讲的话还可以啦，妈妈体内都适应，生活都体内。但是对新生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去到美国来讲的话，生活适应上面可能落不太，有些语言上面。错，我想呢，因为有安尼冲突啊，我都面到讲，太太唔係基督徒啊，基督徒我冇看到太太上高飛，我都鼓勵唔貴去人高飛啊，我是認為說唔貴高飛以後心情變好，我哋咧觀念可能都變好，嗰種我都皮高飛安尼。咁到皮來皮去都變成唔知幹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可是問題係，也有啲轉化過程都講，因為你即係一般，應該講我哋從到民間宗教其實而講嘅個係講多元性嘅嗰種宗教信仰，譬如講我哋可能會信，同時會信媽祖啦，嚇關聖帝君啦，嚇馬個太子爺，嗰種我哋係多元，我講多神教。可是幾多基督教裏邊，亦都變成一神，佢一部分。宗教的一種轉換對你來講有衝突嗎？衝突太大。因為我以前遇到困難的時間我向以前我拜嗰條神，講可能那一個神可以來幫助我都信乜嘅。當下我就感覺我喺美國以後，嗰種以前拜神，嗰種不理我啦，我都問到講，係唔係東方？東方係信東方嗰條宗教，佛教啊、道教嗰條。沒到西方入信基督教，入面到是不是入境隨俗入來新約嘅信仰可能嗰種入直接對佢轉過來。但是一般來講嘅話，比如講出頭先講如一開始鼓勵人要食嘅歸去教會嘛，你重新去接觸到教會嘅一個身份。所以我之前我即係馬天美國嘛，一定真係馬有些講我喊那些都冇去啦，真的有一些歌有教人那些一定馬真的是，但是一定馬還變成講都變成一個教徒啊，唔好講都變成一個牧師，因為啊過程又真係一個應該講過進階，一個辛苦的一個過程，侬會其實侬選擇講去讀神學院變成一個牧師。我都對 Houston 去到俄勒岡嘅時節，我都問到講，俄勒岡嘅波特蘭。我冇去過啊，我咩唔地鐵內啊。當時我問到講，開去建立教會同開公司包差唔多。我都按呢，很自然的，我們兩個家庭就去那邊開多教會，從零開始。可是一部分真係我感覺到幾好奇咯。譬如講，因為對美國嚟講嘅話，當然對台灣嚟講嘅話，可能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冇本土嘅信仰安東人嘛。那對美國嚟講嘅話，其實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其實係算是人數過多嘅。第一題咧，第二嘅話，對於人嚟講，因為人數多，同時又係白人，咁人哋啲華人咧，啲算是家庭，好容易嗰邊又會推展伊的本土嘅教嗰種所謂的信仰嘅話，會有困難嘅問題嘛？因為講你知道伊啲華人咧，我哋去嘅時候有冇？我哋去登嘅波特蘭中文報，因為我哋登中文報紙都有請嗰條翻譯來到我哋當中，我哋純粹都做翻譯嗰啲翻譯啦。因為其實我真係問佢講，有時候雖然講能喺呢啲美國。有時嗰種語言發言真多啊！一定個堂嘅時候，冇唔錯，有時見緊要嗰度嘅見到天主教徒啊嘛，其實天主教徒要用好多話真多嘅。係我只係講，基本嘛有啲模式會專門用客話嚟講。係如果講嗰種談話嘅時節，你講嗰種感受又完全不一樣。嗰個幾時節都到後來去奧勒岡時節都會順勢未？算歸順勢啦，但係有咩讀到是把困難，因為華人愛信耶穌嘅冇安動，去2年以後，我都有啲機會，有冇愛服務當地嘅華人，嗰種我都大家可以嘅基督教嘅福音書房，書房，嗰時用說是他講人看來讀聖經，係咪？冇一書房啊，有賣聖經。有賣嗰套書，有賣CD， 有賣禮品。我知。嗰時間已經有去讀神學院啦，還是蠻前。但係如果你開始用慢慢的接觸嘅方式，咁輕用係一種經驗，我開始想講咁係關於讀神學院。因為我去到波特蘭時節，有冇？
总共去6年，我又开福音书房，可以4年。我哋名义的神法拢同教會有關係，接觸嘅人有教會嘅人，嗰種6年以後開始深度都有感動講，係唔係我要來行呢一條路？上帝嗰種有感動同我講，我長時間嚟服侍伊，嗰種我服侍伊嘅時節，都必須要去讀神學院，都安尼關係。但係如果入去唔係6年加4年，安尼下上嘢話，對你來講，其實神法嘛算過平順，過順時。然後如因為講，講啦，因為也開始讀神學院，然後慢慢嚟行路牧師一條路，但係講人生都行一條軌態轉彎。完全冇樣樣。然後同時人嘅人生嘛係家庭嘅人生。如果講爸爸就要讀神學，幾時人要加嘅反應用？也算支持我啦。因為我喺創業路。因為記得講，因為我爸爸媽媽，我喺創業路創業尾，一定完全冇信耶穌，當佢哋咩尊重我哋嘅信仰，因為都講，唔定已經幾個家庭行一條路嘅時節，有冇？咁唔係做牧師嘅話，都係咪要考慮到幾多台灣讀神學院啊？我哋全家人都辦過咯。我唔錯呵。嗰時人生做一個安泰嘅轉彎，都係我哋其實從文牧師回到台灣讀神學院以後發生乜事情？休息一下喎，我哋下一段節目同同講。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潮州6對靈糧堂嘅林尚文牧師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佢當初做乜會決定去讀神學院嘅課程。咁我想問一下，因為後來即個都決定講回到台灣嚟讀神學院嘛，咁其實你應該就唔知講，神學院到底係一啲樣嘅神法，同時而家通樣嘅書，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講一下好 ？OK。讀神學院同我哋一般讀嘅書冇共用。我哋讀新約聖經、舊約聖經、系統神學、靈修學，還有教會歷史一啲係平常人大部分唔會讀嘅書我幾多時已經45歲，其實我再重新讀很多書其實就難會讀。嗰時其實喺讀書嘅過程裏面，真係除了有信仰以外，也是能夠歸紮實的嗰種基礎，其實蠻貴重要。但是真正研究過睇讀書個辛苦一些。咁幾時間差唔多讀一久咯？神學院我哋讀3年，讀3年。咁3年出來以後，都係傳道係咪？我哋其實就實習傳道。實習通過以後能夠變傳道。一共他們4年。佢幾時間你去實習傳道嘅時間，係一開始喺哪一幕？佢算是哪一教會服務？我即個喺台北靈糧堂。咁從以台北來講嘛，因為佢台北算是一個幾多年嘅一個，我哋講法式嘅一個環境啊嘛。咁從人來講嘅話，係咪要分講邊個台北嘅客家嘅牧區，還是講要冇咁樣分片咯？我哋台北靈糧堂有幾多年嘅一個教會。我哋有講國語嘅大部分，有講河洛話，有講客話，有講英文嘅，有講越南話，還有講印尼話。嗰種嘅幾時節都去客家一個地方學習客家話嘅一個傳統嘅過程。可是問題係幾時節你會特別去讀客家咯？我一開始唔係讀客家，因為我哋讀神學院嘅時節有一個先生，伊啲係客家人，咁我講唔對於客家教會有興趣嘛，甚至可以來屏東嘅南部建立教會，我幾時都見難。因為我哋睇到客家人來信耶穌千年嘅時候，嗰種我都問到怕冇可能。咁唔知咁話因為冇可能，但是後來怎麼要行一條路呢？一個過程開始咧。因為我哋睇到我3年以後，我哋本身都歸美國。我歸去美國嘅經驗，都讀到我嘅太太。
以这个急性胆囊炎、12直肠溃疡，还有急性胰脏炎3病齐发，嗰種呢，我哋都冇法度回去，特別連兩個牧師都同人講，可能可以先留喺台北1年，幫我太太好好嘅休息，等身體好能回過。都睇下1年嘅當中，我點點幫我發現到一本書，都裝落高飛一個歷史嘅史冊。我翻翻人看到，那有我阿婆嘅名，嗰陣我都感覺怪奇怪。中國可唔可以有阿婆嘅名喺睇上面？嗰陣我都各有興趣啊，我咧歸本書翻過來看，因為我這個係我錄下替代信耶穌嘅，我是我們家的長子跟長孫，替代信耶穌嘅，因為我阿公、爸爸媽媽全部叔公、伯公嗰度全部都冇人信耶穌啊！我都認為講，我係替代信耶穌，我應該係替代啊。當我睇嘅書方，我發現到，哎呦，我阿婆係替死胎嘅基督徒。按你話，係我爸爸係信耶穌，當我都咪第6胎啊。但是你這個晚上冇發現一件事情，冇，因為我阿婆嫁到我屋企，全部嫁出個人。因為我哋以前係個灣萬嘅四合院啊，完全冇人信耶穌啊，嗰種我冇感覺我阿婆嘅信仰同我哋冇關係。其實我冇想到睇到文獻地，會發現這個阿婆嘅名。我發現那個其實這個當初團基督教同耶穌來講嘅話，其實都貴族以前都有啲緣分嘅。咁有人發現以後，你咪講，這個可以睇我哋啲客家嘅一啲地方地步去開拓一條路。嗰種係6年前2017年嘅時間，上帝也感動我，特別靈養堂也支持我，回來屏東，建立安尼客家教會，同客家人傳福音。嗰個時間歸來嘅時間，係睇一啲原來嘅教會，係你講真係都成立一個新嘅教會，都講更加會籌組嘅6隊靈養堂。一個是沒有，因為我哋記得愛哋客家建立教會開困難，因為我這個係過來人啦，因為愛幫我信耶穌實在冇簡單，我哋看到教堂一般人唔願意去，嗰種一開始嘅時候，我哋不少回去慢慢，我哋這個錄下對錄下開始，因為我的媽媽有阿茲海默症失智，那失智的話都最後嘅反應冇改變，嗰種我哋都現在去聯絡做一件物嘅。對佢開始，我哋冇掛十字架，我就以文化工作者的一個身份去同當地嘅人嚟接觸。可是問題係講用文化工作者身份而去，佢最尾很容易去體諒到講，比如講幫他嘅人係認識耶穌、認識基督教咯。因為信仰唔係講係講一道道理本，我相信。冇錯最好嘅方式都同人接觸。建立關係，再慢慢的俾人看到你的品格你嘅生活的態度慢慢的來影響一點。用自家嘅行為去影響到別人，因為講原來伊啲信耶穌嘅人會有安尼一種人品，安尼一種行為。咁後來我又開始慢慢的對聯絡有都幾多籌組去，係咪？其實睇聯絡嘅人。信耶穌咪冇簡單，佢上我哋一家4口，在那邊聚會，3年以後呢，那個長元老們都講，你們這樣可能不行因為我哋聯絡嘅主屋嘅係，講我哋籌組有屋嘅唔但係咩搬來籌組，我哋重新裝修，有冇一樓個做教會我哋都喺度。流動方案我是用這個錄下屋嘅，變成算是替一個教會籌組嘅教會都好嘅。咁幾時間，因為頭先有講，其實客人對基督教有部分其實還是有幾多自家嘅想法啦。咁但係話用嘅方法去一方面是接觸到我哋客家嘅一啲民眾，一方面嘛可以同時把客家文化加入一個宗教地位。我哋該上嘅時間我去拜訪一條嘅鄉親，我哋會去灣萬喺我這個喺啲地方，我如果去尼泊爾，我去竹田，我去新北，有時會去到嘉東，因為呢同人接觸嘅過程裏邊呢，
我哋會感覺到，其實客家文化有幾多美好嘅東西，特別係第6隊，我哋都用安尼嘅方式同人接觸。咁從一般來講嘅話，一部分我真係唔知啦，嚇，嗰時我馬上要啲發問，因為從人家來講嘅話，講唔即個係算是做禮拜嘅時間，係用客話來講，其實聖經嘅部分嘛係全部用客話來講嚇。因為係潮州啊，潮州係啲講河洛話嗰度。我唔錯，嗰種我哋咧要盡量用國語，當我哋識飛嗰啲咧，我哋本都用客話嚟講，安尼才不會讓人家有隔閡感。因為我中國冇有問題咯，因為我哋常常地講，我哋譬如講我哋北部土種苗嘅片可以，都有客話嘅聖歌，聖歌其實一經驗嘛，慢慢地有整理出來，然後同時也嘛用客家話去做陣頭啊，或做禮拜嘅。可是我都想過，南部有安尼嘅內統啊？因為我哋台北嘅時節，我哋都認識嘅客家聲樂團。對。嗰種咧客家聲樂團沒有想到講，一定可以配合我哋來屏東一個地方、綠隊一個地方來推廣一個客家嘅詩歌。冇錯。一度然後來彈客家嘅歌曲。係啊，因為喺度唔即個嘛做一啲客家曲嘛佢其實係買一啲安尼合作嘅一啲經驗係咪？錯。咁我哋客家曲係用乜個時節會推出來俾大家認可？像客家聲樂團一定目前已經出的第4集一定會有用客家山歌嘅方式重新編曲，要有重新創作2-3年前有一批嘅年輕人，一定要成立一個客家新曲團隊，用歌接圈鄉土人嘅歌曲來做一個詩歌，嗰種我哋要兩個內容。但一般來講嘅話，我用喺場合裏邊，好，那我彈到有啲樂曲咯，還是講一般的至少喺做禮拜，冇在一人聚會裏邊能彈得到呢樣。我哋創詩歌嘅時節，因為太不用國語，當然因為我哋客家教會，我哋會選擇適合嘅禮拜創嘅客家嘅詩歌，我哋有時會用客家聲樂團咧，因為客家聲樂團咧嘅歌曲啊。大部分50-60歲以上人比較喜歡，客家新曲團隊都差唔多高年輕人比較喜歡，節奏完全冇會選擇適合要高飛嘅方式來寫嘅歌曲。咁從我哋已經經驗到見緊，2年前歸來我哋6隊嘛，一直都見緊，你認為講見緊係個太上可以突破部分係哪？突破其實更加嘅認識人，唔單止認識人咧，我幫我哋客家嘅文化本身都認識，譬如講咯，特別係建築方面，因為我哋客家人最重要嘅咧，來嘅瓜子，因為以前我信耶穌以後都歸受於拿香拜拜，嗰種變咧個家畜個人我冇強下，後來係歸嚟後面都安尼做唔得，客家人還是要慎終追遠，嗰種人咧都本同家畜個人一起去瓜子，特別我是長孫啊，那可以表現嘅東西呢，可是有部分佢塊社會因為唔低啦哈，可是有部分不會違反。因為我哋有時候談到講，有時天主教可以拿香，但是拜係應該講，唔係拜神，而係追緬係也係祖先。可是嗰時候談到基督教徒啊那種，我哋因為講唔一段福音帶俾人家人認識嘅時候，最好嘅路人哋本身要有相同嘅觀念同觀念，喺基礎嘅方面咧。我哋都係突破，突破就因為其實我哋喺去見我哋咧阿公阿婆，也算共體入邊。如果我哋嘅祖先，而且我哋啲親人啊，而且我哋啲親人啊，嗰種咧我哋唔可以因為講拿香唔拿香，如果按嚟關係都變冇。嗰種係歸來時節，因為我都想到啲方法，他個拿香，我都去買花，買啲清淨嘅花，都做一團按嚟香。一樣嘅構圖，一開始你去嘅時候嚟講，
咁我們拿向嗰種拿向拿法，哦，我哋彼此哦共同尊重大家嘅信仰，用一種想法的一種方式，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去重建、去紀念我哋的祖先，好每拜伊的神明啊。可是唐導人會發現到，其實從文牧師伊嘛用過一個方法，去希望講可以結合到我哋客家人本地的伊的文化的精神。休息下喎，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潮州6隊靈糧堂嘅林尚文牧師倫堂嘅現場，同人分享過，伊當初6年前歸到我哋6隊以後，伊點樣去推展伊個伊個牧師嘅伊個工作。我想問一下，因為做到上一段嘅節目地方，伊講到伊個養堂嘅人感覺到幾新鮮，因為一般來講，我哋傳統因為我可能天主教徒可能會拿香，但是唔同我講到講，我哋可以嘛可以拿法。好，等於說獻花給我們的祖先，我們感謝他們對於這塊土地，甚至跟整個家族的付出的一個認同哈。但是同時，其實最重要嚟講，你這個嘛提案的一個建築啦，某那種瓜子的一個設備地方，你沒有缺席，你沒有因為宗教而缺席的一個對客家人來講安創業的一個發通。好，像我想按呢一種算是突破嘛，講我講，伊個真的是伊個做法來講嘅話，其實我相信對人家屬來講嘅話，冇因為講按呢做對他人來講，其實係啲幾重要嘅改變吼。因為當我哋認同伊哋，認同伊哋嘅信仰，認同伊哋嘅想法嘅時節，慢慢咧，伊哋咧會感覺到，其實有基督嘅信仰對伊哋嚟講，你唔會乜嘅差別啊，伊哋本本上以前我哋客人啊，我講你哋信耶穌以後都唔係祖先啦，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啊。我就來做一個榜樣，我本本做牧師啊，我本本推俾我哋家族，我去瓜子，我哋放阿公嘅時節，我哋因為去見人為哋來台住，當我哋家族嘅人看到，原來信基督教牧師，有咩可以人哋參加嗬？伊哋都感覺我哋客人該是要慎重追遠，伊認同講，一啲牧師可以按嚟做時節，他們就不排斥這個信仰。咁一部分我都想問一下講，像客家話一部分人係咪睇啲問題都講，有客家話嘅算是聖經冇？客家話聖經該慢能有，該慢能有，對2012年嘅時候，能有啲新約聖經同舊約聖經那2012年嘅時間，能開始出版。那這真的幾慢嘅，因為其實前面路已經有幾長嘅一段，算是一個傳道嘅時間嘛。但是2012年呢，真係出版正式嘅客家話聖經。咁問題你話我哋客家話有四海太平岸嘛？我哋有四海四安強、海陸強、太湖強，還有我哋咧這樣強。咁一部聖經係用乜嘅法來寫咯？大部分係用苗栗的西安，苗栗西安強，但是因為雖然係西安強，有時用詞啦、用詞方面，北部都南部還是有些唔強，係啊。我哋客家聖經要麼對2012年開始，都應該已經14年啦。嗰陣14年當中咧，要用我哋南部嘅6隊嘅客家人來反映講，唔等於客家聖經同我哋嘅用詞啊，冇到共樣嗰種可能明年咧後年我要出版要按嚟改版。係，因為我真話嚟講，我相信一啲經典嘛，對一啲人嚟講嘅話，尤其係人長期接觸伊嘅時節，伊係要對自家嘅嗰種情境圖啊，嗰種一拳嘅話，唔講唔點樣寫嘅話，用嘅語言來講嘅話，尤其係對太人啥。用長輩來講話，你用嘅話地方係係可以拖得出來嘅，我用嘅自家話是講得出來嘅。其實對伊哋來講嘅話，其實都會感覺到一個親切。唔好講，因為有啲發現，像以前有啲嘢，念嗰度，我哋算是人文嘅嗰種，算是方言嘅嗰種聖經嘅時節，
用客家语言的时候，你滴滴嘟嘟，係你滴滴嘟嘟，嗰個弄可以變成一啲客家話版本。當然就開始去talk去接觸嘅時候，可以改順序聽到這個習慣嘅一啲話來講嘅話，我相信對於有些人，一個人如果睇人嚟講，其實就嗰啲理解地步嘅方式係。因為客家聖經吼，其實對我哋客家文化保存個題。所以嚟講呢，因為客家聖經地步有千多個美好嘅翻譯，有嗰度神法當中嘅東西，攏睇下聖經地步。因為聖經其實係個歷史嘅書，歷史嘅書我有嗰度我哋神法嘅東西睇地步。嗰種呢，一定經過幾多一啲前輩花千多心思睇一個客家聖經地步，亦都對客家文化、客家嘅詩逐字逐句的把它放進去，一邊嚟講，其實讀客家聖經嘅時候，可以到文化地步可以保留。冇錯，有部分話其實真係買算是經典地步佢重要嘅部分啦。咁講我聽我哋節目，同埋佢後輩嘅時候，我哋想到講，上次我見面看係見面嘅節目嘅人嗬，有想到講，咁下一班我去籌組嘅時候，真係可以去我哋錄到靈糧堂去留了。但是嗬，我想敲門一下講，咁種我哋見面去籌組，除咗錄到靈糧堂嘅話，係咪同啲觀眾朋友紹介下講，籌組附近啊、竹田啊、萬萬啊，有乜嘅地方可以同時去留了嘅嘛？其實哈，錄對係嘅文化保存真好嘅地方。我哋全世界客人差唔多我有8000萬人。我哋台灣嘅客人呢有466萬。全世界客人地方有將我哋錄對文化保持安嘅地方實在幾少。比如講，唔去美濃有東門，唔去高雄有看得到石獅嘅。去萬萬嘅時間唔看得到竹卡，還有萬萬其實有輕鬆嘅地方就先天啦，因為先天嘅前面係啲青苔練兵場。唔去嘉東啊，你看得到布月咯，當初日本人用嘅對下來，從之有火燒族。當然竹田西施還有用我哋忠義祠，第二部嘅有一啲天後宮，有昌黎寺，其實千多安尼文化地方，其實來到潮州去一條地方，攏真方便。佢方便，尤其係而家潮州變成一啲交通嘅中心，而嗰度嘅我哋講快茶，全部最迷茫都到我哋潮州一天。嗰時佢等於講，然後海拔唔講係做市場好冇乜嘅，都坐到最尾潮州下茶，然後對啲潮州以後最近都講竹田、西施、萬萬都可以好留了。咁睇節目最話想請問一下嘅牧師想對你來講有乜嘅期望？唔管係對自家嘅算是教會嘅發展啦，無論對我哋客家文化，讓我去加入名嘅一啲傳教嘅啲神法地位，有乜嘅想法嗎？其實教會第一個地方設立，其實最好嘅來祝福一個地方。唔係冇祝福一個地方，我單宣教安尼點係免到個過失。尤其喺我哋客家地區，將我6年前歸來，我都發現到。幾多地方比如三合院、四合院，已經冇人喺度。我都感覺到一啲後生嘅一代代離開故鄉，將我17歲離開，一直到我60歲能歸來，安長嘅時間其實幾可惜。我免到講一條土地安方便安到，係咪以前做建築業啦？係咪有按個同好可以配合政府？政府咪講來起個社會住宅啊？南部係咪可以有按那個民間的力量結合到政府的力量向下來開發6對客家地區，適合年輕人來喺個地方。按那對吸引一啲年輕人再一次回到南部，我相信會有幾大幫助。但如果講其實我哋而家
我说是高龄化社会以后，尤其是几多年使出去工作，好，网络真的是几多是我们讲三合院里边货房里边有几多个空屋的，那个空屋的其实你真的都迄个一两个拢应该摕去装屋，啊其他件咧都冇应用，嗰就等于讲后面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一个空屋可以重新去装修以后，比如人强人有一个可能有的工作室，好甚至可以去翕相的地方，我如果本来的背包客。嘛可以让我等去六对老了的时间，嘛可以有基地摕个货房地方起伊啊。因为其实对我哋安尼人来讲，可能万岁话有迄个货房，但是对其他生人来讲的话，除非你也要想个人，迄种根本无伊的基地去货房，喺货房的嗰种身份，真是无可能。他人送开门说，吃饭是包都坐在中间的，无通嘅老坐了，可是。也意思就讲，其实一方面可以不用我哋那的空屋可以活化再利用，一方面嘛可以不用我哋那人强人有一点，可以贵到，上下可以去，唔管喺做工作室嘛好，冇去租啲屋嘛好，一旦你机会。错，甚至讲係有可能啊，那政府呢有過適合開發的土地的時間，呀，咪可以提供出來哈，按建設為一個人強人啊。過後嘅人哋嘅屋嘅嚟用合理的價格喺嚟賣點嘅話，我哋要工作機會要喺啲地方，我相信透過一個信仰嘅福音，慢慢嘅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回到我哋六對客家嘅地區。像我哋而家喺呢個潮州嘅部分，潮州算是一件人算幾孬嘅呢個地方啊，咁人人講我看到講嘅我哋呢貨房地方越來越冇影響咯，因為我哋係牧師，我哋牧師嘅工作，嗰一大部分可以探訪嘅，探訪嘅時間每一個地方都會去，我嘅岳母本身係新北人，當我過去新北嘅時候，我都睇到，新北其實嗰度貨房已經冇人喺度，我都感覺幾可惜，土地安泰有房嘅地嘅。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嘅傳播牧師真是唔多像一般的牧師，會講宗教啦，會講福音。其實伊關心嘅係一塊土地，我哋客家文化，同時一塊土地上所有嘅人。今日感謝我哋傳播牧師來到我現場分享安姐仔嘅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希望各位觀眾喺有閒嘅時間，你可以來到潮州六對靈糧堂。好，感謝。休息一下喎，得聽下咱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